上年11月 ，Lily 同男朋友去台灣，點知撞正無人駕駛列車壞咗，上唔到機。我要分手啊！換咗話嘅 Lily 星期六就同新仔仔去日本。行快啲啦，今次要早1個鐘入閘，唔想好似上次咁啊！行完免稅店都仲有大把時間啦。唉，但你今次都真係人算不如天算呢。機場無人駕駛列車故障，13旅客送機尾。咁係好多人嘅，多人到你個電梯已經塞到根本都行唔到落去噶啦。朝早9點9，機場嘅無人駕駛列車突然跪低。總之由頭到尾冇廣播冇剩，咁我唔知等咩，然後有對門又開翻又閂又開又閂，咁啊重複咗大概我諗2、3次到啦。3分鐘車程變半個鐘，吳生成10點半先到中場客運大樓，好彩趕得切上機，但就有13個旅客送機尾啦。機管局即刻派人搶修，到10點25分先恢復正常，仲調查緊列車故障嘅原因。個個都係咁，我要同你分手啊！唔關我事噶，唔好嬲我啦。嗱，好彩機管局俾錢同安排翻今日嘅機俾我哋搭咋，你多謝佢啦。明明架無人列車保養同維修都係佢哋負責咯，仲要我多謝。陸大壯就話：萬一好似 Lily 咁唔好彩，最好即場影低相同片，叫機管局發延誤證明書，方便 claim 翻旅遊保啊！